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前二胎犀牛队总教练齐生明8月24日星期4到故事内，享年55。来自高雄民农嘅其中对手帮、强手帮、强帮、神帮选手，各到中华职棒、韩国台湾大联盟嘅教练，对亚几10年都看得到台湾野球嘅历史。而系中华职棒杨国庆到场嘅教练，也系体地本人救出场嘅教练。以代表杨条个有名，私下对人实系亲人那个，归属正义也受人尊敬中意。节目一开始，看下来反映其中。由于为些提琴音乐表达出对齐生明教练的赏德，其中嘅前球韩国民农小帮队其中体民农国中，看下反映一个永远的球场魔术师。谢谢徐总。父亲的突然离去呢，让我们感觉非常的猝不及防。美浓是爸爸的故乡，即使爸爸少时便离家打球，但他的心一直与美浓在一起。扎根美浓少霸，就是爸爸最有成就感的一项计划。齐生明55年的生命度同棒球亲有关系。1958年在高雄民农出世，对国小开始命到棒球，从此都同野球有个鬼层的关系。一开始时间就做捕手啊，俺两人就头捕搭档了哈，俺做投手做捕手。但是后来俺爸爸看到伊，身条件真蛮好，俺佢有身体个壮，俺又佢有那种霸气，佢有对韩世仪哈，生命哈，韩世哈，对事情哈，就佢有勇气的人。所以可以佢有一种做投手的一种特质哈，就可以养起来为做练投手，硬劲练到就变台湾第一好投手啦。咱们叫咱们讲咱们嗰啲，佢有嗰啲沉稳啊，有实力有好嘅嗰啲。齐生明的棒球天分，改做日本国小先生发现呢。不过齐生明的野爱三唔低，一直到齐生明表现好多爱出国比赛，一定能抵得录下有一个各位打球的嘢声音呢。小學嘅時節啦哦，我唔用人生嘅人，我邊也未能地下要打球嘅哦，我邊帶水嘅人地下我在校嘅要打球嘅哦，冇安尼唔啲啊。安尼唔知啊，去打球嘅，安過伊又過來又唔係教球嘅，又唔係帶球嘅過來，原來地下去打球嘅呢。齊生明對民國60年到各個球場比賽，記錄過豐盛，經過為台灣棒球騎上世界舞台前後嘅時光。從安尼民國60年，伊代表巨人少棒，伊个时间得到世界冠军吼，你还蛮出色，伊也全台湾疯狂啊，全国举国欢腾，伊齐成敏就行的第2任的那个王牌投手，以真正齐成敏有出人头地哦，做伫青少棒、青棒，总共得到的届的全世界冠军，过得到过创过多样的记录，就得。一场比赛胜5次的上阵，4、6次的上阵，也全部破大会纪录。齊生明對小棒打到神棒如係歸屬，喺長小棒時期，伊嘅一批球壇之球就改出名。民農客家莊嘅特殊風氣未影響到伊，而是去南韓讀書，喺台灣頭一個有碩士學位嘅總教練。齊生明33歲就變做職棒史上最後生嘅總教練，10代內米全量完成3.8。伊做過米全年台雷公、體育金剛、中信勤、興農牛、二太基牛嘅教練，中華職棒同台灣大聯盟兩大職棒聯盟伊都有參加。其中尾係職棒史上勝場最多嘅總教練，兩個聯盟加起起來有715勝。伊喺球場上改成法、改地球變球、改曉得安排人們唔到嘅戰術同調度，每本球迷講伊係球場魔術師。他的也許球員的資質不好，但看起來菜色不好，但是他可以經由他的手去炒出一盤好菜。我覺得，尤其他的比賽是很多樣化，他有時候會
会用一些打带跑的战术，很积极的战术，就让大家在看球的时候会觉得，棒球比赛其实是非常有趣，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带队严格铁血系慈生命体育的风格，伊唔搭胡土，唔配合大家球的担当，系伊提棒球界该受人尊敬的所在。民国86年的时间，要职棒归有啊，风风雨雨，各多安尼迁都的案件慈生命民国86年带球队去国勇比赛，有按本也主头啊，也还算球迷啦，球迷跟主头就送一个安尼水果礼盒，底部打不开。全部1000元的安尼金票，总共算下来400多万。伊打开，伊马上就打电话本安尼味全龙的球台，伊完全没通。就搞本味全那个高层去处理的事情，伊完全不受诱惑。所以听人也那么本安尼西安尼反应歹徒用扁钻来要施法，表现也威武不能屈，那个面对诱惑也不服从。他刚好带女儿要去上学的途中，那还好是女儿已经送进校门，他走回来要买咖啡跟饭团给我吃的过程被刺的嘛。黑道是生气他，是气他说为什么管球员管那么紧，干什么？那管太多了，就有一点好像挡他的财路。也有肢體兵講以通宵打野球讓高石切架，其他球員的立場來上，本人知道該惡，唔過其實伊也習慣人。他的嘴巴很硬，但是真的心呢，真的非常軟。他真的非常照顧球員，因為有些球員真的沒有辦法體會到說球員是一種為什麼那麼兇，就是因為說台灣的棒球是需要你們，而且這種態度打球的態度很重要，不能對不起。全國的球迷，所以在這方面他特別要求。那我想他是客家人應景的態度了的精神，所以他治兵就是這樣子。其實他只是要求我們在自己的工作態度上面要戰戰兢兢的。我想，身為球隊的老大哥，我會把這樣的精神帶給我們球隊。慈生命的棒球生涯，睇能台灣職棒嘅開始，到發展到最動盪，經過沒落，再個發展起來，做得講也就係台灣嘅棒球歷史。慈生命一直都以提供條模糊、相關條度掛掉嘅，都限係球隊嘅未來。我還跟他講說，那你們總冠軍你已經都準備好了嘛？他就說都在我的腦海裡，這個不用你擔心。你吃飽睡好就好了，那就這樣子，我們就一路走去，他就慢跑。安好彩頭去去年台北打到冠軍呢，我有限提示，講啊話迄陣裝總冠軍到的多啊我有限是提完天公完了那個孫權呀。潘主任，我有限提示忙啲你遊戲的哈。雖然慈生命看過開，意思講球賽總會打到九球下半，人生每天錯會有結束嘅經驗。唔過以後點點的就這位人行係該三唔得，其中提早產前對人生的舞台下棒嘅，85號嘅球手無人會再過做嘅，以下下位台灣棒球傳奇永久就行會賽。龍魂不滅，徐總謝謝你。